各位街坊望過嚟，今日帶你哋沉浸式咁去睇一套139個方嘅彭州豪宅嘅天花板。你估下呢一個豪宅叫咩名？呢度係一個生活露台，呢邊係一個4人位嘅餐廳位置，呢邊客廳位置連接翻個露台，露台都係望翻內園林景。成間屋嘅設計係一個奶油風嘅一個設計風格啊！咁睇翻呢邊嘅休息區啦，呢度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隔離係第1間房，對面係佢嘅第2間房。哇！呢個公主房我好 Q 中意。最後睇翻呢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足夠大啊，擺張2米嘅大床，綽綽有餘。呢度仲做埋個衣帽間俾到你，帶一個乾濕分離嘅土廁間。呢套屋苑咧，翻港珠澳大橋人工島15分鐘咋，小區樓下自帶業主立巴，翻香港荃灣同埋太子嘅。對呢套屋苑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評論區留言啊，send 資料俾你。